Hello，大家好，KFC 胡鬚仔，好似我哋呢啲7、8、90後，其實都好中意 Y2K 文化。咁我睇翻 Y2K 文化做 research 嘅時候，發現 K 記嘅全家桶原來係2000年先出現喺我哋面前。20幾年嚟呢個全家桶漲價都好似唔係好誇張。有記憶中最後食呢個全家桶好似都係100多。我記得呢個桶餐好似消失咗一段長時間，之前又好似回歸過一段短時間。Anyway， 今日經過山姆見到一個炸雞桶喎，其實之前已經食過一次嘅，覺得 OK 嘅，但係我想食多一次，都係 OK 嘅話，再同大家分享。不過成個 package 係好吸引，39桶餐炸雞，對於我哋呢啲好似偶爾想食下啲 comfort food 試下有冇妨。萬一好食又多個選擇。如果硬係要同 K 記比，我唔中意以前 K 記個桶餐有2個包加6粟米，仲有支大可樂，次次都食唔晒。咁山姆呢個淨係得炸雞又啱啱好。咁啊炸雞嘅皮係脆嘅，基本嘅。點樣形容？如果大家食過 K 記嘅脆皮雞，個炸醬就係脆皮雞嗰種質感，但係要薄好多。咁味道方面，佢又唔會好似原味雞第一嚿 OK，第二嚿有少少鹹，第3嚿會有少少鞋口嗰種感覺。肉質方面都係好嫩口嘅，每一塊都係保持到個汁水，仲有好多，即係你唔會食到一塊係炸到好乾身嘅。咁炸雞愛好者不妨一試啊！可能唯一大家有啲唔習慣嘅就係要企住喺度食咯，同埋食嘅時候小心爆汁，辣親自己或者擠到隔離台就唔好啦。今期到呢度，下期再見，點讚關注。